2024年，一個麥當勞的主管涉嫌性侵一個未成年的查某工讀生，落尾是指出一個查某囡仔行底路。監察院臨時公布調查報告，認為講台北市府勞動局無按照規定來做跨局處的通報，而且嘛無積極提供資源給受害者，所以是依法對這台北市勞動局提出糾正。2年前，一個佇麥當勞做工讀生的未成年查某囡仔，若像互主管性侵，尾也想袂開行底路。監察院立案調查，拜五公布調查報告，而且通過對台北市勞動局糾正。監察委員認為，台北市勞動局無依照規定進行下局處通報，嘛無積極去監督麥當勞提供資源給受害者，一直等到媒體咧報才去罰公司100萬，明顯有缺失。檢過台北市勞動局是回應，一切攏有依法行政。台北市勞動局的實際作為，就是他只是去做系統的檢視，那他也是被動等雇主完成結果通報，那他也是按照一般的行政流程來看待這個案件，那所以他認為說雇主有登錄，就等於是他盡他的責任，各做各的，並沒有去橫向聯繫確認。勞動局一切都是依照當時的中央法令和既有的程序在辦理，所以一切都是依法行政。調查報告嘛指出，中央通報機制無完善，所以請勞動部、教育部、衛福部愛針對未成年工讀生，若去拄到工課場的性騷擾，愛研究下發規劃處理指引。當事業單位接獲到了一些未成年或性侵案件的時候，其實跨部會的相關的協助或示警措施地方政府現在依着個案是有這樣做，在近期內立刻就會邀集地方政府、衛福部跟教育部，我們會跟他們開始啟動溝通。另外，監察院也愛法務部去研究修改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的成立要件。也若目前這個案，士林地檢署是認定這個防指控的主管罪嫌不足，已經2屆做出無起訴處分，但家屬不服有申請再議。高檢署也在5月份的時發回士林地檢署繼續偵辦當中。記者郭玉琪、林玉凱台北報道。